第14届世界东突厥斯坦兄弟会年度会议和第5届东突厥斯坦民族团结协商会议于10月2日在伊斯坦布尔正式开幕。由总部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教育与合作协会主办的联谊会，每年都在高水平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东突厥斯坦非政府组织领导人、知识分子、学者、公众人物和人权活动家出席了为期3天的会议。10月2日在伊斯坦布尔沃达丰体育馆举行的贝西克塔斯费内巴切比赛中，主唱贝西克塔斯宣告了印有我们衷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的标语牌，引发了维吾尔人和土耳其公众的强烈的愤怒。10月1日是中共国庆日，也是被海外维吾尔人视为哀悼日。这一天，世界各地维吾尔人举行示威抗议中国的占领和种族灭绝。维吾尔人和土耳其非政府团体纷纷发表声明称，这伤害了他们的良心。一维吾尔活动家在推特发帖子称，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事实已被联合国和包括土耳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报告证实。在此背景下，我们强烈谴责贝西克塔斯庆祝中国国庆日。据报道，因涉嫌维吾尔种族灭绝被美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的中国所谓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过去10年里在东突厥斯坦建立了11个城市和63个镇。密切关注该地区局势的分析人士表示，这表明中国半武装半生产性组织在该地区蔓延的速度有多快，占领了属于维吾尔人的土地。加拿大议员萨米尔·祖贝利向国会提交了关于维吾尔难民的决议草案，要求政府接纳至少1万在其他国家流亡的维吾尔难民。他于9月26日在加拿大议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加拿大立法者通过该法案。执政的加拿大自由党议员萨米尔·祖贝利与加拿大全国穆斯林委员会执行主任斯蒂芬·布朗和加拿大维吾尔人权项目主任穆罕默德·多赫提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加拿大过去曾受压迫的耶兹第斯人、叙利亚人、阿富汗人、乌克兰人和香港人采取了特殊的移民政策，并要求为遭受中国种族灭绝的维吾尔人提供同样的政策。印度当局周五表示，印度上诉机构已确认对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公司的扣押令。该扣押令声明，小米公司因涉及非法汇款给国外实体的调查中被冻结了6.82亿美元。该机构表示，在集团实体之间创建的各种不相关的文件表明的掩护下，该公司以版税的名义将这笔款项汇往国外，这违反了印度的外汇法。